乡亲啊，咱继续甲咱的镜头锁落来高雄。进前有一个波兰的记者，甲高雄人行道的乱象翕落来，所以这个高雄的警方嘛加强咧处理。啊，讲有一个男子为着要去大卖场买物件，甲这个机车徛起伫人行道，结果因为涂骹砖松软翘起来，伊全连人带车摔落，弄到目睭人全青霉。事后，这个男子向公务局甲大卖场要求赔偿，也毋过地方法院审理了后认为讲，这个人行道本来就袂当徛机车，所以判免赔。乌托邦徛起咧人行道，而且若一台，和民众相争路真危险。伫咧路常常会当看到民众安尼违规。高雄一个查甫人，2018年时，因为徛乌托邦去人行道发生意外，相片翕到一个查甫人倒伫咧涂骹，医护人员甲伊斗相共处理空喙，伊的正里目睭着伤，强要痴迷。因为伊要去大卖场买物件时，甲乌托邦徛起咧人行道，却翘起来砖仔惊倒，所以向公务局和大卖场求偿926万。不过法官认为，机车本来就袂当徛起人行道，判公务局和大卖场唔免赔偿。人行道在设置当初就已经符合规定，养护的责任必须是给这个行人安全行驶的，而不是给机车违规来骑的。进前一个波兰记者伫咧高雄翕乌托邦徛起咧人行道和民众相争路的画面，铺上网络了后，互大家拢伫咧讨论。市长嘛来要求警察处理，若违规上管罚10倍。你硬骑的话，可能摔倒是你自己的问题。有什么事情你也要自己承担一部分责任，怎么可以把全部责任都怪给别人呢？搁一摆提醒，民众一定拢要遵守规定，莫甲乌托邦徛起咧人行道，则袂受罚，或者是发生意外。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